為應對複雜嘅全球議題，香港科技大學大力推動同全球院校嘅跨學科合作。我哋認為咧，要推動跨學科同埋跨院校嘅國際合作，大家一齊為疾病嘅預測、預防、治療呢啲領域咧去進行研究。所以科大咧，單單喺過去1年咧，就同超過咗20間國際頂尖嘅醫學院、醫院同埋企業咧簽署合作協議。我哋希望大家咧可以一齊嚟到激發創新嘅研究嘅意念，我哋攜手去培育具備有臨床嘅能力，而且精通科技嘅新一代嘅醫生，嚟應對不斷變化嘅醫療需求，貢獻香港未來醫學教育同埋醫療嘅發展。